根据历史记录，安平区的台南运河在1926年通航，明年就将开通100周年。市府除了招商引进民间投资兴建码头，来串联安平甲中西区的旧社区，提升水陆观光游艇。不过，议员陈振东关心的是，除了受大漏水影响，黄河嘅运河段议题需要改善，包括沿海桥墩受串根影响，严重破损的情形，都需要尽速修补。不过，不满后堤到底是谁负责？质疑公务甲水利两局互相推卸责任。明明确确就是水利局的，但是水利局明明确确的就是要丢给公务局来做。我们的水质改善了之后，整体桥体、桥墩都应该整体被改善。这样子运河在被游河的过程当中，未来临安桥现在临安桥去打，就是把它将管，就是因为让整个环河是可以被预见的。但是预见了之后，就预见这个东西了。你乐见吗？如果是水利局要做的，水利局不会推的，就这样子。你是一直说水利局不会推，所以水利局现在就是说你与其这样说，你干脆说没经费。为中水利局长区中川回应，该案始祖是市府内部需要沟通联系，强调只要是水利局负责，一定袂推卸责任。今日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